百風山下由益通風情上乘特約播出。益通风情上乘，25万平米加拿大梦想城，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海关旁梦想家，867505788888。平民視覺，用心表達，百風山下，大事小事，事事關心。我市已增設2個環保標誌新領點。國慶黃金週，台山車市暢旺。平民視覺，用心表達，大事小事，事事關心。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10月9號嘅百風山下。近期申領機動車環保標誌成為咗廣大車主最關心嘅話題。有個好消息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從10月8號開始，市內2家機動車檢測站亦都能夠申領環保標誌啦。具體情況係點呢？我哋馬上去關注一下。按照台山市限制黃標車通行管理實施方案第2階段方案，原定從10月1號起，台城正式限行黃標車，禁行無標車。後來由於車主扎堆辦理，我市結合實際情況，決定推遲至11月1號實施。為咗方便車主申領環保標誌，從10月8號起，位於台城前溪嘅松山檢測站同位於台城台沙路戒毒所旁嘅旗山檢測站，亦都正式辦理環保標誌申領業務。由10月8號開始，本地車輛和異地車輛，只要喺我哋台山市機動車檢測廠檢測並且順利通過嘅車輛呢，就可以直接喺我哋檢測廠嘅窗口申領機動車環保標誌。咁10月8號之前，現審嘅車輛同埋新車嘅車主呢，就請到我哋環保局大堂同埋行政中心嘅環保窗口申領機動車環保標誌。今日上午，記者先後走訪咗4個申領點，睇到各個申領點都有車主前來辦理相關業務。一站式的服務可能是省事很多了，肯定方便咗啦，節省我哋啲時間啊。環保標誌呢就喺呢度攞就得，又唔使過去嗰邊就麻煩。總之就係好咧。依家上晝嘅11點，記者喺行政服務中心見到陸陸續續有市民過嚟申領環保標誌。咁喺呢台叫號機可以見到啦，依家仲有3個人喺度正在等候緊㗎。咁自從延遲咗呢個執法時間同埋增加咗申領點之後呢，呢度排長龍嘅情況就冇再出現啦。對於是否每年都要申領環保標誌呢一個問題，部分車主存在疑惑。其實環保標誌嘅有效期同汽車年審時間同步，機動車年審合格之後就可以領取機動車檢驗合格標誌同環保檢驗合格標誌。同時，市環保局仲喺該局1樓大堂新開設咗一個環保標誌申辦資料受理窗口，方便一啲唔急於當日領取環保標誌嘅車主或者廣大社會團體批量申領環保標誌。車主遞交資料7個工作日後，憑回執到環保局領取機動車環保標誌即可。執法時間就推遲到11月1號開始執行。預計呢10月底呢可能係申領環保標誌一個高峰期，所以喺度建議各位車主呢合理咁安排時間，錯開高峰嚟申領呢個機動車環保標誌。金九銀十係好多行業嘅傳統旺季，呢一個黃金週喺樓市、零售等行業表現疲軟嘅情況之下，台山汽車市場嘅表現又係點呢？我哋記者係了解過。一般嚟講，每年嘅4到8月係汽車銷售嘅淡季。2015年全國嘅汽車銷量增速明顯放緩，多個品牌嘅庫存壓力好大，去庫存係首要任務。喐啲就過萬蚊嘅優惠促銷好常見，金九銀十更加係各大廠商、經銷商兵家必爭之地。9月份這個金九的成色不足，已經就是銷量沒有得到的預期的效果。這個銀十呢，在國家購置稅減半的政策優惠下，銷量是得到明顯的提升，特別是國慶期間，目前這個銷量已經超過3個月了。嘉起身國慶一個黃金週就有168台嘅量呢，相比以舊年嘅同比呢，有30%嘅增長嘅。陳女士想購置一輛緊湊型 SUV，從9月份就開始到店諮詢挑選。
我們以前就已經訂了，但是我們就選擇，他說10月1號有特價，所以呢，我們就選擇這個節日過來的。之後我們就已經就提了車了，之後就等辦了手續，我們就可以開走了。為咗應對我市10月份開始實施嘅公車改革方案，9月部分汽車經銷商就舉辦咗公務員同教師嘅專場促銷活動，已經提前消化咗部分潛在購買力。國慶假期車市暢旺好大原因係低排量汽車購置稅減半政策嘅推動，同時黃標車限行同提前淘汰黃標車獎勵補貼政策，亦都喺一定程度上對車市起到刺激作用。估計10月到年底去都係會出現一個繼續係熱銷嘅勢頭啊！加上有黃標車限行嘅政策出台呢，對貨車特別嘅促進銷量係好大。或者到今年都會出現有個別嘅車源出現緊貼嘅情況嘅。琴日上午，北斗鎮玉石協會舉行揭幕儀式，100多位玉石從業人員同玉石愛好者歡聚一堂，見證咗呢一個重要時刻。喺喧鬧嘅鞭炮聲當中，活動正式開始，現場氣氛熱烈，尤其係拍賣環節，喺主持人嘅帶動之下，大家踴躍舉手競投，叫價聲此起彼伏。被競價嘅玉石形狀各異，品質優良，都係協會會員特意為咗慶祝協會成立而捐獻出嚟嘅易拍品。拍賣所得嘅款項將會全部用作協會嘅經費。個協會成立對我嗰班人呢，佢有一種凝聚力同埋號召力，也有利於很多行業發展，比如說玉石的加工行業、拋光行業、底座行業，包括做盒子行業，而且這個協會能帶動，就是很多個各形各色的行業都參與進來。台山玉石既有和田玉嘅堅密細膩，又有壽山石嘅華美絢麗，成為好多收藏者嘅心頭好。協會成立之後，台山玉石嘅從業人員同愛好者可以通過呢一個平台，融合各方資源，宣傳台山玉。咁我哋成立嗰個台山市北斗鎮玉石協會嘅意義呢，係為咗更好地去組織台山玉石嘅愛好者同埋嗰個從業人員同埋班藏家，加大嘅宣傳力度去宣傳同埋推廣嗰個台山玉石，讓更多人去認識我哋台山嘅玉石。台山玉呢，也要走出去，也要通過協會的平台走出去宣傳，然後通過雕刻師們創作出的好的精美的雕刻作品，然後展示給國外國內的所有玉石愛好者看，讓他們都知道我們中國廣東有個台山玉石，有個廣東瑰寶在這裡。秋天風乾物燥、灰塵沙等嘅小顆粒進入眼睛嘅現象好常見。咁當啲不速之客進入眼睛嘅時候，唔少人都會忍唔住用手去捽㗎。但係醫生就話俾我哋知，咁樣嘅做法其實好唔啱。沙入眼咧，就一般就冇用手捽啊，呢啲係常識嚟嘅。因為隻眼啊表面咧其實有一層嘅角膜細胞、上皮細胞，就好似人體嘅皮膚咁啊，起一個保護作用。如果係佢損咗、捽損咗咧，特別嗰啲結膜囊入邊，隻眼入邊本身有細菌嘅，加上個異物帶有細菌啊，加上你如果捽損咗，就好容易感染㗎嘛。市中醫院五官科主任林鴻文話：用手去搓揉眼睛嘅時候，好可能會將原本漂浮喺眼球表面嘅異物搓揉到角膜，即係黑眼球嘅表層上，因而擦傷角膜。眼睛係人體最敏感嘅部位，角膜受傷會出現疼痛、怕光、流眼淚等嘅症狀，嚴重嘅話甚至可能會造成角膜潰瘍穿孔，導致視力障礙或者失明。有異物入咗隻眼呢，一個常識大家有識。就係可以眯埋隻眼，其實呢，有異物入眼呢，佢刺激隻眼會產生大量嘅眼水、淚水，呢啲淚水呢會自動沖洗啲異物出嚟嘅，輕輕眯埋隻眼，眼球輕輕碌一碌，大多數嘅異物都可以沖出嚟嘅。如果佢再係出唔到呢，最好嚟到醫院，俾啲專業醫生同佢處理啦。如果進入眼內嘅異物係強酸、強鹼，又或者生活當中常見嘅定型水、洗潔精等嘅刺激性物質，我哋應該馬上用大量嘅清水仔細咁沖洗眼睛，然後及時到醫院揾醫生處理，以免對眼睛造成更大嘅損害。
近日中洲杯紐約台山9人排球中美精英賽喺紐約布碌倫精彩上演，同華人一同競技嘅老美球員成為咗最大看點，喺技術同水平上都有唔錯嘅表現。經過咗一整日嘅賽事，最終端分隊、中美玻璃隊分別奪得青年組、元老組嘅冠軍。睇睇我台駐紐約通訊員發翻嚟嘅報導。中洲杯紐約台山9人排球中美精英賽由紐約華人文娛體育總會、海外紐約台山體校校友聯誼會聯合主辦，共吸引咗2000多名華人排球愛好者以及台山鄉親到場觀看同助威。當日比賽場地愛利克森公園內人聲鼎沸，扣殺聲同助威嘅吶喊聲此起彼伏，球員們翻滾救球、拼力扣殺、默契傳球、空中攔網，精彩不斷，令人睇得好過癮。本次共有13支隊伍參賽，頗具創意嘅係青年組嘅每支球隊都會邀請2名老美球員助陣，同華人球員一同競技。呢個喺布碌倫華社多次組織嘅排球賽當中，亦都係第一次。由此令到比賽真正成為咗中美精英賽。呢啲參賽嘅老美球員有啲係業餘排球愛好者，有啲係專業球手，之前仲曾經到過中國打比賽。喺比賽當中，佢哋都有唔錯嘅表現，唔單止同隊友們配合默契，亦都好快掌握咗9人制排球賽嘅規則，不斷 show 出精彩球技。經過激烈嘅角逐，端分隊、翠園 B 隊同中美玻璃一隊奪得咗青年組嘅冠亞季軍，而元老隊嘅冠亞季軍就花落中美玻璃、都復同奇客老柴3支球隊。再嚟關注天氣方面嘅消息，據市氣象台預報，目前北方有一股中等強度嘅冷空氣正在南下，未來3日將會持續影響我市。屆時北風加大，並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氣溫下降4到5攝氏度。11到12號最低氣溫降至19攝氏度左右，沿海北風逐漸加大至5到6級，陣風8級。其中11號川島航線將有可能會停航，過海旅客需要密切留意天氣情況。展望13到15號天氣轉晴朗乾燥，氣溫逐日回升。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就到呢度。想了解更多新聞資訊，請登錄百風網3w.tsbtv.tv 或者掃描關注百風網微信。最後祝大家週末愉快，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台山碧桂園全新繁華里，打造台山豪宅傳奇。新城核心鳳凰酒店前地王，全新1梯2戶，精裝洋房，南北對流，2.3萬平米商業綜合體，大型肉菜市場，私家影院進駐，專享台山至好配套。碧桂園中英文學校9月開學，碧桂園給你一個5星級的家。